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我姓李，请问你的地產經紀是誰？高偉 Helen， 他為你提供了什麼服務？租屋嘅。聽說你租房過程中遇到了些困難，是指哪些？咁當時我仲喺香港嘅，其實我哋個 situation 係因為我哋喺加拿大係冇 credit 啦，咁所以係唔容易揾屋嘅。覺得佢好快幫我哋揾到屋嘅，因為我其實係 land 之前1個月已經租到啦，咁我就可以 land 嘅時候直接有屋咯，即係一手住落就好舒服，係好好咯。在異國的情況下，你們怎麼溝通？係我哋有打電話溝通啦 ，WhatsApp 啦。第一次租房，他們有給你什麼建議嗎？都有講到話要小心嘅嘢啦，佢都幫我哋睇過啲租約咁樣，都好複雜嘅。咁佢都會有講解翻個租約嗰啲條款俾我哋聽，好認真嘅幫我哋去安排佢，好照顧到我哋嘅需要咯。5分滿分，你會打多少分？5分。分享你的真實評價，就請在評論區留言吧。